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寄付，台语安尼写寄付。华语的乐捐捐钱，台语讲寄付。台湾彩券讲，大乐透甲威力彩有袂少头奖的得主，拢会寄付奖金，互社会福利机构，甲得奖的喜乐化作大爱。若到选举的时阵，就有选民甲企业寄付政治现金，互某一个政党，也就是候选人。庙时嘛有济善男信女会添洋香寄付。即摆网络直播真普遍，观众拢会斗内甲直播主赞助表示支持。斗内是为英文来的 donate， 就是华语的捐赠赞助，就是台语的寄付。其实台语的寄付是为日语来的哦。寄付的寄话，就是转告传话。有一句俗语：寄钱会减，寄话会加。拜托人转交钱，可能会互提去转世，所以钱会变少。若拜托人传话，可能会互加油添醋，话会变济走精。所以若是要讲重要代志，上好当面讲好清楚。莫透过第三者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寄付实在真趣味。